總理卡尼1月嘅訪華行，與中國領導人舉行高層會談，並簽署涉及貿易、能源、農業同埋科技合作等多項協議，加中喺電動車同菜籽出口等關稅問題上取得初步安排，是否標誌住兩國喺經貿同戰略層面嘅互動進入新階段？請收睇星期一晚6點45分，傳媒對焦。新加坡軍龍驅風遊之傳媒對焦係由新加坡軍龍驅風遊贊助播出。我已經決定咗下個星期日喺聖約翰教堂結婚。我真係想同你結婚嘅，你有冇諗過，如果真係可以穿梭時空，你可以翻返去你女朋友未離開你之前？咁穿梭幾時到咗？你究竟海人會可以接出現？你都冇同佢做嘢。你呢個小姐講嘢都非常尋秦記2月1號起，星期日下午3點，新時代電視1台。腸粉同鮑魚呢兩樣嘢對於食評家 KC 嚟講，竟然係腸粉勝出。到底呢間餐廳嘅腸粉有咩魔力咁吸引呢？香港竟然有個地方可以一條街就食到唔同國家嘅小食，快啲跟住恒仔同 Gillian 去食最妙街啦！銅鑼灣有間印度菜竟然用本地大尾柚同大閘蟹嚟做主角，仲好食到阿爸樓下男兒淚添啊 ！Gillian 同恒仔去長洲掃街，嘆盡周一名物。美食新聞週報，星期六晚上7點40分，新時代電視1台。